台湾话，袜子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袂啊！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袜子，穿在脚上，用来保护或保暖的东西，通常是用棉、毛、丝织品或合成纤维等所制成。用例：三个袂啊，唔通乱做伙洗。衣服跟袜子不可以混在一起洗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